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编号第2号。今仔日我要朗读的题目是第2篇看电视，作者李桂香。我8岁迄年，大伯厝里买一台彩色电视机，阮一个囡仔欢喜甲粉粉跳。7早8早就等伫门口埕喵喵看。哇！这么大台的电视，含我要爬悬，2、4门拓开，阁有光亮亮、高金细细的玻璃镜，实在是真卡爽。简单看电视，厝边头尾亲正5杂，电脑亲像咧放送大条新闻，闹热滚滚。暗时，大伯因兜5平大的客厅，卫视电影院，大人囡仔客几60个，8点档的连续剧《星星知我心》，大家看甲目屎流目屎滴。剧情若有轻松快乐的时，大家就学了天公伯仔有目睭，感觉真安慰。毋过，无论剧情悲伤也是欢喜，会当看电视是遐尼稀罕的代志。大家人拢有淡薄仔享受幸福的滋味。但你若是煞戏，戏尾总是集中刺激，啥人想要知影煞落去会安怎？阮着搁开始期待明仔载戏出。逐暗8点进前，囡仔的功课一定拢是写好势，厝里碗碟百面嘛已经洗清气啊。片头歌曲还未开始唱，大大细细伊头仔就传好势。同齐来分享1点真久的连续剧。小电视的程度，甚至伫日常生活的时时刻刻拢热扑扑。来讨论剧中的人物，那亲像是北港有村的厝边隔壁。因为阮阿爸是慢仔囝，喘无慢，生囝慢，赚钱自然嘛较慢，所以阮家有在调买电视的时间，就慢慢几6年。阿爸买第1台电视，拄好附着全台湾咧上布袋戏的迄站，逐工中昼时，小学12点下课，要转去厝，差不多拢着爱行3、4公里路遐远。毋过，所有的囡仔绝对会伫12点半之前达到厝食到。做人父母的很袂烦恼，无人会惊引起世界误会，因为比别人急看就真冷气。我认真看布袋戏的程度，到当每一个角色、每一条歌曲，拢搁清清楚楚记在头壳内底，无法度放袂记。比起迄当阵，这个时代看电视实在有够利便，网络、数位电视。手机啊，随时拍开就有节目，连续剧一摆几10集，做一份看到头，毋免期待下回分解，毋免搁等明仔载才收看。当年布袋戏收视率97%的二集，无可能搁有咯。以早看电视会当甲几6个爸爸做一伙。
位啊！我的乐土到这结束，感谢大家。